亦泛濫，昂首拒萬尋，吶喊聲響透，盼自由歸於這裏。何以這恐懼抹不走？何以為信念從沒退後？何解血在流，但邁進聲響透，見自由光輝香港，在萬星隨落午夜，迷霧裏最遠處誰來報？角色我自由來齊集這裏，我全力抗拒，勇氣智慧也永不變。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同行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我願榮光歸香港。係啦，嚟到2026年3月23號星期一嘅緣何談天說地，同大家繼續跟進伊朗局勢。點解咧？呢一集嘅節目要同大家講，特朗普喺上個週末，即係21號美國時間咧，就定咗個48小時最後通牒。為咩事最後通牒咧？就話要伊朗革命衛隊，即係伊朗神權政權，要全面無條件開放霍爾木茲或者叫做荷姆茲海峽，3個字好似易讀啲，荷姆茲海峽，否則咧就美國就會炸伊朗嘅發電廠，先從最大嗰個開始，嗰啲電廠啊，電同埋網啲即係電電網啊網定係電廠啊？電網電網電廠加埋電網咁就先從最大嗰間開始，多數都係指德黑蘭附近嘅大電廠，因為嗰啲電廠咧就有好大嘅輸電纜，輸電去其他省嘅。咁如果炸咗核電廠，唔係即係發電廠咧，伊朗嘅通訊可以話基本上就停頓嘅啦，因為佢炸咧就唔會炸一間嘅。咁全國有幾十座呢啲電廠咧，咁如果逐間炸咧，咁差唔多係癱瘓。個情況應該仲糟糕過古巴冇電。古巴冇電即係冇電冇石油嚟供電，因為個電廠仲喺度噶嘛。但係伊朗炸完之後咧，特朗普估計你冇10年都難以重建因為而家唔係炸一間，係炸全國嘅電廠，即係埋輸電網。星期一就夠鐘啦。唔係未到時間，咁我哋節目播出時，大家大概知道即係伊朗方面嘅反應。咁估計以過往過去47年神棍政權嘅表現咧，就同習近平好鬼似，硬頸面子死頂咁應該都唔會咁順攤嘅，因為伊朗一陣會講，佢又提出6大條件。美國提出6項訴求，佢提出6大條件。我先講下點樣估計呢次 ultimatum 即係最後通牒，或者叫做埃的美敦書係咪？最後通牒係咪？我哋中文叫通牒最後，因為佢有以後我都唔知喺教科書譯做埃的美敦書譯咗以前因為以前用開國民政府時代譯過。嗱，呢啲真係唔好意思啊！琴日我哋休息一日啦，但係真係好攰嘅休息。但係休息一日都錯失咗好多。原來咧就伊朗咧打咗2支嗰啲叫做洲際導彈啊，洲際導彈中程忠唔忠誠呢啲好難講啊嚇。到底佢可以射幾遠咧？任佢教嘅，呢啲嘢揼佢講嘅。咁佢打咗2支去邊度咧？打咗去嗰個架燒叫做咩啊？Diego Garcia，Diego Garcia，即係喺印度洋南邊嗰個島，嗰個島咧就幾近馬達加斯加嗰個島嘅，差唔多東邊啦，馬達加斯加東邊啦。咁呢個咧就係英國人嘅一個英國人嘅屬地，就租咗俾美國做基地嘅。係。咁美國有時咧要用佢嚟
用佢喎。有時嗰啲無人機啊，嗰度都停喺嗰度嘅。喺嗰度咧就佢就又幫到非洲，又幫到中東咁樣樣嘅，好有用嘅。咁咧就佢就發咗兩支洲際導彈過去。咁兩支洲際導咧，佢就話俾人聽，佢就話係中程啦。我就根本呢啲咁嘅中程、長程啲嘢任佢噏嘅。你點知啫？炸都炸咗啦。咁你等話我知係中程定係短程定係長程啊？呢啲千祈唔好信啊！咁咧就炸咗咧。點知咧啲錢咧就冇一支就俾人打低咗，一支就失效喺途中失效，咁就冇乜結果。但係咧呢樣嘢咧就幫阿 Trump 就幫得好緊要啦，因為美國嘅朝野啊個個都話我哋都冇乜即係個中文個成語叫做咩叫未急未有，叫做未咩？唔係迫在眉睫，未有即時係威脅。你未有迫在眉睫，你點解要打人？即係點解要發動呢場戰爭？嗰個川話大佬，人哋喺度搞緊核武器，係嘛？而且佢自己承認喺談判，佢承認有460公斤，但係60% 嘅濃縮嘅。俾多2個禮拜，佢可以提煉成100粒原子彈。十粒啊，十粒啊，當時講十粒，十粒。對唔住，10粒原子彈。咁咧，我話點解唔急啊？咁嗰啲人唔信佢啦，因為佢談判嗰啲都係侵人啦。但係咧，今次呢隻導彈咧，原來咧就伊朗就應承啦。其實你呢啲共產呢啲咁嘅專制政府應承咗咧，嗱，我哋最多就係去到用中程嘅啫，我哋唔會去到遠程嘅。咁中程係咩定義啊？咁嗰班友啊，即係以前嘅歐盟政府同埋奧巴馬政府同佢定咩啫？就係2000公里，2000公里。咁呢支嘢咧就好明顯咧，就超出2000公里噶啦，差唔多咧就係超出2000公里。實際差唔多係屬於，如果你話中程嘅話，屬於4000公里噶啦。即係話老實講，係啊，呢啲嘅嘢根本全部都係即係數字，根本得個講。你用咩幾多燃料，你個彈頭幾大嗰個比例嚟嘅嚇。佢嘅導彈嘅技術咧，全部係中共供嘅。有一部分零件咧，佢就同北朝鮮買，北朝鮮平啊嘛。咁咧就今次咧就露出嚟咯，話佢唔係淨係有核武器嘅問題喎，佢有洲際導彈嚟載呢啲核武器喎。佢要再遠啲就打到美國咯，變咗所有反對阿 Trump 打仗嗰個理由冇咗啊！尤其是美國最大聲咗個 Tucker Carlson 啦，嗰個係 Fox 手出嚟嗰個好出名㗎，又真係講嘢好有道理嘅喎。同埋咧最近咧就嗰個防恐怖嗰個副部長辭咗職，又係話你根本冇。咁佢喺裏邊體制裏邊出嚟講，咁人哋個個都信佢話，真係信即係伊朗冇嗰啲所謂係咪迫在眉睫嘅武器用呢個字就好，用呢個成語好呢個叫做咩叫做 present danger 係嘛？叫做 present danger 即時威脅。即時威脅。但係咧用我哋中國人就係迫在眉睫，咁比較合我哋中國話。咁咧證明大佬完全可以打到嚟喎，成個歐洲都打晒喎。咁嗰班歐洲人咧成日都想教訓阿 Trump，啲人憎到阿 Trump 死。咁啊講啦，你哋又未得我同意，你點樣打仗啊？你即係話 Trump我哋唔幫你好有理由。大佬，你幫唔幫人係為咗自己嘅安危啊嘛？成單嘢又好似嗰啲王佐咁變咗阿 Trump 喎，變咗阿 Trump 乞人憎啊！即係成個理由，因為阿 Trump 乞人憎，我自己都費事幫自己保護自己啦。即係嗰啲理由講出嚟咧，三歲細路哥都聽唔懂嘅，即係嗰啲理由完全冇。咁所以今次阿 Trump 咧就呢樣嘢咧，即係喺佢嗰個當同日發嗰個所謂最後通牒嗰陣時咧，就呢單嘢發生咗。就對阿 Trump 就非常之有利，差唔多可以講啦。喺共和黨裏邊嘅右派對佢嘅攻擊唔細㗎，唔細嘅。同埋咧，歐洲嗰班成個歐盟對佢嘅攻擊，話唔參與呢個唔幫美國人，都冇叫佢打，你只不過保持航道啫嘛。咁即係攞呢個咁嘅理由咧，全部阿 Trump 咧就贏咗呢個所謂贏咗個道理啊！即係話佢出師有名。係嘛？出師有理，出師有名，呢個好重要嘅。咁變咗，如果唔係啲人全世界都喺度鬧
係嘛？咁個個都咁啊，中共梗係攬埋一份啦嘛，我攬埋一份。咁今次呢錢咧理由就充分啦。今次出師有名嗱，呢個好緊要呢件嘢咧，就因為我哋休息一日都唔講得，所以即係我就諗係好重要啊！呢樣嘢好緊要。走雞又一日啊！就嘅，唔係呢個好緊要，點解咧？即係打仗一定要出師有名噶嘛。咁而且咧，阿 Trump 咧，你知道咧，全世界好多人啊係準揾啲理由嚟鬧佢。今次咧，佢可以咧就可以清白啦，即係可以呢件事清白啦。咁就講翻嗰個最後通牒啦。點解阿 Trump 要出個最後通牒咧？嗱，我哋都睇到啊，阿 Trump 受好多壓力啊，股票又跌啦，係嘛？油價又升啦，係嘛？咁個個話個經濟有問題，全世界啲經濟會有問題，你咁樣拖落去，佢拖唔起啊！佢拖唔起，佢壓力啊好大啊！華爾街啊，全世界啲股市啊，嗰個又係啲壓力嚟嘅。啲人實際佢就唔係打咗好耐，打咗兩個零禮拜啫嘛。咁你拖唔起咧，佢就需要速戰速決。最大嘅問題咧就唔係嗰啲壓力，唔係美國同埋歐洲嘅壓力，最大嘅壓力係咩咧？美國都收到情報啊！美國收到情報咧，話習近平咧就好想打好想打。打台灣。咁打台灣，對唔住啊，好想武統台灣，覺得呢個係天災難逢嘅機會啦。美國咧就又忙於歐洲啦，又忙於中東啦，就冇時間就顧及嗰個台海嗯咁所以咧，佢覺得全世界實際懂得少少軍事常識嘅人都明白㗎啦，呢次就係最好嘅機會。習近平呢個真係以後都唔知有冇咁嘅機會啦，係嘛？仲要分散咗啲兵力添，由日嗯本分散咗啲兵力同埋個注意力最慘嘅注意力。而且咧，大家都睇到咧，全世界都睇到個輿論係好唔想打仗嘅，個個都唔想打仗嘅。一打仗，股票又跌，油價又起，係嘛？呢個大家唔想打嘅，所以咧，佢覺得咧。阿 Trump 咧，呢個時間係最唔想介入台海戰爭嘅，唔想介入最主要因為已經呢邊已經走咗啦嘛，所以實際就係對阿習近平嚟講係最值得打。咁呢件事咧，大家都清楚啦。前兩個禮拜咧，兩三個禮拜前咧，大家都傳啦，溫家寶嘅屋企咧俾人圍住俾佢圍住，連佢屋企人都唔准進出啊！咁有呢個嘅呢啲咁嘅謠言咧，就係反而我信喎，好似唔係好大件事咁，我反而信。點解咧？因為佢冇乜利益嘅，邊個傳呢啲謠言咧？又冇乜流量嘅，係咪？呢啲有流量嘅呢啲咁嘅謠言，又唔係好刺激嘅，咁又冇乜。但係呢啲謠言點解咧？係真有啲真實，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好似溫家寶同埋佢嗰班人搞經濟搞改革開放嗰班人咧，就好唔願打仗噶嘛。你問翻我哋香港人咧，有幾多人願打台灣啦？即係習近平講咗，咁香港嗰班藍絲響應下，但係實際個個都知道打親就大鑊啊嘛，打親就玩完噶嘛。但係咧，好似溫家寶咧，唯一就咁講嘅其實好似咁嗰兩個俾人做低咗張又俠同埋劉振立嗰啲唔好講，又係因為反。因為反打仗，咁習近平咧除咗佢哋，因為佢哋係兩個有揸住兵權反喎，咁習近平除咗佢，咁剩翻嗰啲可以反咧，最有地位嗰個咧就係溫家寶啦，做咗兩任總理，跟住咧而家仲係嗰個咩嗰個叫做諮詢咩中央決策，決策及議事協調機構，基本上佢就係頭嚟嘅，所以咧佢就提出佢唔支持習近平打仗。所以咧，習近平咧又唔係話咩針對佢，因為呢啲老人家咧，啲元老你唔可以亂嚟，你唯一就圍住佢屋企，就唔俾佢出聲，你明唔明啊？唔俾佢出聲，撳住佢把口，撳住佢把嘴，唔俾佢出聲，包括你個屋企人都唔准出入。希望呢個所謂反對武統呢件事咧，就唔會出去，習近平包圍住你。咁呢個都幾合理嘅，因為都唔你又冇可能又咩，好似對張又俠同劉振立溫家寶冇兵噶嘛，佢而且個特勤部嗰啲唔係佢管嘅，所以咧佢完全可以圍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講起上嚟係通嘅。但係咧再諗深一步咧，就證明咩咧？證明習近平係好想打，得唔得到支持我都唔知但係證明佢好想打。咁大家都知啦，
要殺死嗰兩個軍頭喎。咁你諗下，佢嗰個為咗台灣嗰件嘢，咁好難講到底喺政治局裏邊，喺中央委員會裏邊或者喺軍隊裏邊得唔得到支持咧，就唔知。但係習近平有一定嘅影響力嘅喎，大佬你諗下佢仲係公安啊、國安啊，仲有軍隊，有冇部分軍隊喺福建嘅軍隊同埋嗰啲少壯派係支持佢食佢嗰套嘅喎佢做得軍人梗係要打仗啦，係嘛？即係佢哋嗰班年紀大打過仗嗰啲人梗係唔想打啦，未打過仗嗰啲人係想試下想去立功啊嘛。所以我就知最近咧。又有人傳出嚟啦，又開始有人傳出嚟啦，話咧就習近平咧一路喺度部署，但係最後得唔得到共識啊？喺政治局裏邊得唔得到共識就唔知啦。但係佢可以夾硬嚟啊嘛，佢夠膽做低張又俠同埋劉振立啊，即係話佢不擇手段要打呢場仗嘅咁嗰班反戰嗰啲人咧手度冇乜手段啊！你明唔明啊？冇得連保護自己啊，都好似阿張友俠同埋劉振立都保護自己都冇保護掂咁所以咧呢度咧我唔知道會唔會打但係我覺得呢個危機咧美國人都好清楚嘅，同埋有好多人都有好多軍人咧走咗佬啊！呢排有人走咗去美國嗰度咧，就係話俾美國聽呢件事。咁咧，美國就冇理由唔知嘅，正美國乜嘢都知，實際就咩都唔知，乜嘢都知。所以咧，我覺得咧，阿 Trump 咧就唔想係俾呢度拖死啊，唔想喺呢個伊朗呢單拖死，要快啲了斷咗之後咧，佢唔使分散兩條戰線，佢要集中喺台海嗰條戰線。咁呢邊咧，佢點解嗱？我話俾佢點樣做嘅咧？嗱，我問翻啲人都點樣做？佢話我要停咗你啲電，即係炸你啲電網同埋電廠停咗。一停咗電，咪成個區一個電廠一個電網就負責一個區噶嘛。譬如呢個區突然之間夜晚黑晒喎，咁呢個區咧，如果佢要射嗰啲咩出嚟啊，射導彈又好，射無人機出嚟咧，全部要用電嘅。你話無人機要充電啦，係嘛？呢啲要充電，同埋無人機咧，佢一定自己有發熱啊。發電同埋發熱嘅能量，咁導彈就更加有啦。準備淨係準備導彈要用好多電㗎唔係話唔係一撳掣就去，要做好多好多準備嘅工作，然後咧就嗰啲程序過晒啲程序都可以發。當你成個區冇咗電咧，唔係話唔得，你就自己要發電啦，都唔出奇，個個都有後備發電㗎呢啲嘢。咁變咗嗱，你譬如成個區成個區就冇燈熄晒燈，淨係你嗰幾個地方發電咧，你就大鑊啦，即係變咗目標好容易就炸到你噶啦。咁人哋民間冇發電廠噶嘛，就冇事噶嘛。你呢啲咁嘅地方，佢匿埋嘅，好多匿埋嘅，好多收埋嘅嗰啲基地嗰啲導彈基地無人機基地收埋。咁一用電咧，佢就可以炸你。呢個咧，你變咗浮晒出嚟咁係嗰啲人民就辛苦啲譬如有2個禮拜到冇電，阿 Trump 咧想把佢等唔切佢冇理由就咁做同你拖喺度嘅，拖喺度咧佢好不利好多人攻擊佢嘅，就非常之被動，所以佢咧就要急急地咧，佢主動咧就令嗰啲嘢發生整到逼住你動作咁佢停咗電咧，你就逼住佢喐啦好多嘢都要喐啦，就佢可以暴露出嚟。咁夜晚尤其是夜晚，佢會睇到好多嘢嘅。咁我覺得咧，就呢個佢咧就想急切咁樣嚟清咗，包括荷爾莫茲又好，包括嗰啲導彈基地又好，乜嘢都好啦，用呢招嘢係通嘅咁佢變咗可以趁夜晚黑咧就炸你。咁如果炸得你一兩個禮拜個夜晚黑咧，基本上就完咗噶啦，嗰單嘢就完咗噶啦。咁而且咧，我都聽到話好多嗰啲軍人咧都同佢傾緊，要變即係嚟美國幫手咁佢呢個都要時間嘅，呢全部都要時間嘅。軍人又好，文人政府又好，好多人想半夜。咁用呢招咧，實際都係俾壓力佢，即係人民都知道啦。夜晚黑，冇電嘅喎，我哋可能夜晚可以出去做嘢可以去推翻佢咁咧，呢個咧都係一個信號嚟嘅。我覺得佢呢個咧係一個停電呢樣嘢咧，唔係為咗破壞佢係為咗逼佢逼佢咁樣攞呢件事咧，就等到佢冒出嚟
等佢夜晚着燈啊，夜晚用電，而且咧美國嗰啲嗰啲所謂衛星啊嗰啲咧，可以睇到晒你嘅紅外線嘅，你邊度有發熱啊？唔係淨係光啊，你邊度發熱佢就邊度睇得清清楚楚嘅，全部夾住晒嘅。咁我睇佢呢次咧就係要趕快要完成呢場仗。就不過呢度咧，嗯我哋要學到一件嘢啦。呢啲咪封咗個航道啊，呢樣嘢好毒嘅。將來咧嗯中共咧如果封咗台海嗰條航道啊，或者封咗南海嗰條航道咧，呢個嘢咧就逼住你腳軟嘅。唔到嗯，你唔嘅，你成個全球嘅經濟啊，個個都叫救命啊嘛。咁你變咗咧，美國就好被動下嘅。佢呢樣嘢咧就係中共就肯定會走呢條路嘅。嗱，呢個最後通牒或者埃的美敦書咧，就叫佢要全面開放個海峽，嗯即係唔能夠咩敵對國家就唔俾你通行，其他中國啊、印度啊，包括日本嘅通行，而家都好似話准許日本嗰啲運油輪通過咁就，但係據呢啲研究中東問題嗰啲專家話喎，又係未依關係嘅。有位作者，啲研究者嚟嘅，叫阿力克斯，呢個亞坦卡，佢嗯話伊朗領導層咧就有一種記錄，就係一再固守不切實際嘅政策嘅記錄。佢話喺兩伊戰爭嗰陣時伊朗去到1982年已經收復咗俾伊拉克所佔領嘅領土，但係係要到1988年6年之後，先至同意同當時薩達姆侯賽因即係傾停火，收晒啲土地啦，冇俾伊拉克佔領咗啦，都玩咗6年，即係兩伊戰爭，大家知道死亡即係過百萬人噶吓。咁就呢位專家就話，伊朗咧就有一種唔抓住機會嘅歷史，無論喺外交戰線抑或係軍事戰線對呢個政權就非常在意表面功夫，非嗯常重視口號，非常嗯。在意即係自己會唔會俾人碌燈或者佢弱雞，面子面子面子，哎呀，同中共一樣。所以今次可能升級嘅局勢，多數都會係伊朗，即係話最後通牒，佢都唔會拜，即係有呢個咁嗯，樣嘅推斷。唔會拜，咁啊，唔會拜，絕對唔會拜。呢個口頭唔輸得嘅，呢啲有口頭唔輸得嘅，唔會拜。但係咧，但係唔等於出唔出手喎？你拜唔拜48小時之後咧，佢就要開始佢進行佢嗰套嘢噶啦。即係佢覺得咧對得住全世界。嗱，我已經俾咗警告，同埋咧，伊朗嘅人民都有個心理準備。嗯，嗱喺一方面開最後通牒，但同時亦都傳出有六大條件、六大承諾要伊朗，如果你要坐埋台傾，第一要未來5年不得發展導彈。第二，完全咧就係停止鈾濃縮嘅活動。第三，要將納茲坦、伊斯法罕同埋福爾多等美國同以色列舊年6月炸過嘅反應爐，要永久除役，即係鏟咗佢。收檔收檔。係啦，第四，針對可推進核武計劃嘅離心機同埋相關機械嘅製造同埋使用，要實施嚴格嘅外部監督協議，即係叫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 落場監督，入伊朗監督，因為伊朗而家一路都霸住唔俾佢哋入。第嗯五，同區域國家簽署武器管制條約，內容包含導彈數量唔可以超過1000枚。不過呢個冇講佢射程啊。第六，不得資助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同埋加沙嘅哈馬斯等代理人組織，即係話切斷晒呢啲恐怖機構，你唔好再做大佬啦。呢個美國嘅6項承諾要伊朗傾，你肯傾先至肯埋台。但係伊朗見到最後通牒咧，就即刻有提出6大訴求。第一，保證戰爭唔再發生；第二，關閉美國喺中東地區嘅軍事基地；
第三，由侵略方向伊朗支付賠償，戰爭賠償。第四，結束中東地區所有戰線嘅戰事。第五，為霍爾木茲海峽建立新嘅法律體系。第六，審判並移交從事反伊朗活動嘅媒體人員，即係伊朗捉咗好多記者啊，佢會放人啊，咁啊佢自己主動提出嚟嘅呢個六項訴求。歐埋你聽到大家都係六啊，似乎伊朗嘅條件都好辣嘅喎，要戰後賠償，又要即時停火啊，就亦都冇話放棄製造核武或者係濃縮鈾，但美國就啄住，大家好似大纜扯埋喎，你睇你有冇睇到啊？兩個和談就係等於唔會發生嘅，和談就係傾下行動就照樣進行啊，兩邊都行動照樣進行。阿 Trump 咧就唔會等你啦，今次咧俾得48小時咧，即係話我唔等啦，嗱，我到48小時佢就做好晒準備。嗰陣時嗰啲差唔多嗰啲兵都到晒㗎啦，由日本派過嚟嗰啲兵啊嗰啲都到晒㗎啦，差唔多成幾千人㗎，啊5、6千，甚至有啲講8、9千，冇乜所謂啦，總之嚟佢到時就到位啦，佢48小時之後到位啦，我覺得佢真係停你啲炸停你啲電，而且咧我覺得長期嚟講唔係壞事嚟嘅。就算炸埋你啲油啊，都唔係壞事嚟嘅。等你完全冇嘢生產到，等你完全停晒，咁咧就容易處理嘅。啊，如果唔係咧，你半死半活咧，嗰班友咧，即係佢嗰啲人民慘啫嘛。佢嗰班友冇事啊，佢嗰班革命乜嘢嗰啲人，佢哋照樣有飯食。所以咧，阿 Trump 咧就差唔多咧，同你差唔多叫做咩啊？攬炒啊，同你攬炒。係啊！而且攬炒唔係佢美國人冇事嘅喎，佢又唔喺地下，佢就同你攬炒。阿 Trump 嘅意思就係同你攬炒，就去到盡咁咧，然後佢可以早啲完咗佢咧，就可以早啲走人。而且咧，美國已經擺到明㗎啦，你以後嘅石油全部由美國控制。佢而家喺個波斯灣裏邊咧，差唔多有百幾架船咧，嗰啲油輪咧裏邊擺咗裝咗油嘅，差唔多有幾多咧？就係1億4千萬噸，即係4千萬桶石油，淨係嗰度嗰啲船停喺度啊！咁阿 Trump 阿貝辛特咧個財長已經話咧，就充公咗佢噶啦，攞佢擺去國際市場收咗錢，我同你保管啊！即係同嗰個委內瑞拉嗰支歌係一樣咁唱法噶啦，佢應該咁講啊，即係以後都係咁講啊，以後都係咁做噶啦，一定要控制你。咁原本嗰啲人話，嗰啲油係屬於中國，佢話中國咪俾咗錢咯。中國人啲制裁，見到你制裁你又唔制裁，唔出得聲。伊朗嗰個委內瑞拉都係啦，嗰啲油好多油係屬於中共嘅，冇啊冇辦法。見到國際制裁，國際制裁你又唔制裁，咁你而家俾人充公嗰陣時怨邊個啫？嗱嗰度咧，佢而家咧就美國咧都喺度搏命喺度想辦法攞個油價，即係想辦法唔好俾個油價飆得咁犀利。咁啊大家已經同意咗咧，又話4億。國際嗰個國際嘅團體咧就話4億桶就出嚟，咁其中有包括日本又願意，日本係億幾桶，咁就即係啲釋放啲儲備油嘛。係美國有億幾桶嗰度儲備，差唔多4億幾啦，加埋呢度1億7千萬，跟住咧俄羅斯佢放假俾俄羅斯開放嘅1個月，任佢賣喎，任佢賣，咁嗰度咧又差唔多有億幾桶。咁加埋咧，有成7億8億桶到，佢就希望撳住個油價，唔好俾佢咁即係升得咁快啊！因為呢個荷爾莫斯都唔通嘅話咧，但係油價咧都可以控制到，天然氣就控制唔到啦。因為咧日本、中國有幾個國家，尤其是英國啊咁嘅國家，就係靠嗰個卡塔爾嗰個天然氣嘅。咁嗰度出唔到嚟咧。嗰度出唔到嚟，而且佢淨閂咗啊，成個廠閂咗啊！佢唔敢開啊，因為呢啲嘢咧燒好勁啊嘛，天然氣呢啲嘢，你一漏氣啊，啪成個炸晒嘅，成個設施炸晒嘅，唔同油啊，油就滴出嚟嗰度燒着啫，天然氣一搞咧，成個成個國家好似炸彈咁嘅，咁佢炸成個閂咗，咁就呢個天然氣咧對國家個影響好大，咁美國咧就可以幫到，一定可以幫到。美國因為佢嘅液化天然氣喺度都做幾多嘅，澳洲又有做液化天然氣，仲有幾個細國家做緊嘅，咁咧就都，但係咧就嗰嘅價錢就起到唔清唔楚噶啦，所以阿 Trump 咧都好受壓力，因為呢啲價錢咧個個入佢數噶嘛，因為你唔理你啱定唔啱，總之係因為你引起嘅，
呢啲漲價呢啲嗯，嘢。咁佢都好急於要結束呢單嘢。咁我估佢咧而家咧就唔即係出盡全力㗎啦。就一路要炸你嘅，就算要炸咗佢石油，第日再搞過都值得。佢一定要停止呢樣嘢。如果唔係咧，對佢嘅中期選舉又有關係。喺國際上咧，今次差唔多好多歐盟咧諗住唔跟佢嘅，咁咧卒之都算跟到啦，都算係唔容易啊。但係咧就佢如果可以早早完成咧，咁個個都話佢係叻仔，話佢做得好。但你一拖長咧，你嗰啲咁嘅讚佢嗰啲咧就冇晒㗎啦。但係而家伊朗似乎睇穿咗你，即係油價嗰個呢個對伊朗嚟講係革命衛隊係一個非常有用嘅武器，可以對付特朗普。第二咧，恐襲啦，我哋提過啦。咁另一方嗯，面，伊朗嘅議會議長呢個加利巴夫就警告，任何為美國軍事預算提供資金嘅金融機構都係合法嘅攻擊目標。佢話美國國債沾滿伊朗人民嘅鮮血，如果購買佢咧，就等於為你嘅總部同資產買下襲擊。咁威脅一啲美債或者係美國資產嘅一啲機構或者公司，佢都會攻擊。即係想人哋咁拋啊！中東嗰啲國家個個都揸㗎，揸美債㗎。咁想你一拋咁啊，我睇禮拜一開市啊，分分鐘個美債會跌價㗎。即係佢哋而家即係似乎有心部署。佢有牌，唔係完全冇牌，佢都有牌，但係就大家就鬥㗎啦呢啲嘢。而家可以講咧，嗱，正式嘅戰爭咧就而家至開始。開頭嗰陣時咧就根本就唔係戰爭嚟嘅，喺美國大晒贏晒。而家咧就係正式啦，有還手啦，有一拳打過嚟，一拳翻返去，根本喺度升緊級嘅而家。而家就真係喺度升級啦，可以你講個恐怖襲擊啊，乜嘢都可以發生㗎。而家美國機場仲立亂添。啲全部都人堆嚟嘅，好多好危險嘅。咁咧，成個歐洲嗰啲完全冇設防嘅，邊度有設防嘅啫？嗰啲恐怖分子真係要揾隻炸彈，你一啲辦法都冇。係啊，而家嘅形勢都幾兇險咁我哋嗯要睇即係禮拜一即係美國即係喺最後通牒完咗之後，佢嗰個步驟同埋即係應對嘅方案。因為你要講出到聲話要炸佢電廠，佢又繼續封鎖個海峽嘅話咧，咁特朗普就梗係唔會食言㗎啦咁一炸嘅話咧，就已經講到明，伊朗要恢復翻呢啲能源呢啲輸電網冇10年坐底都唔使諗因為佢一炸誒，全國都炸，咁等於打回你可能20-30年前嗰個水平，呢個都唔幾恐怖係嘅，喎。100年前啊，石器時代冇電冇得玩㗎。你諗下，阿 Victor，我哋兩個如果24小時冇電，都唔知點做人啊？係咪咁講啊？手機都睇唔到啦，冇嘢睇咯。嗯，哇！呢個神棍政權真係完全喪心病狂喺呢方面，完全為咗佢哋而家，我覺得佢哋負隅頑抗，一於同特朗普同你隻同佢抽，死過，同佢死過，係啦，係啦。攬住你呢個呢唔放。啲啊，同共產黨差唔多嘅嘢，但有一部分嘅人就投降還一部分投降，但係裏邊有啲中堅分子咧就同你死過。又唔知道個數量幾大當然有好多話逃兵亦都好多嗰啲政府官員咧就向美國投誠亦都有唔少嘅伊朗駐外國嘅使領館人員咧都舉翻個獅子太陽旗，即係巴列維嗯王朝，嗯嗯即係其實基本上個統治嗰個領導成個政府嗯，中央政府應該係你失咗啦。而家啲冇，即係啲橫頭烏蠅係咪成個伊朗歐馬咁啱唔啱啊？我就話佢係無政府狀態但係佢一捽佢咪叫做無色係咪？即係我哋叫做咩？用嗰啲馬賽克馬賽克，佢成個政權咧就係馬賽克，所以咧我揾唔到人出嚟代表傾嘅，都唔知邊個負責，實真係冇咗頭，群龍無首就自己管自己。咁呢個都阿 Trump 就唔等得你㗎啦。如果揾唔到人就佢照樣佢照做，佢唔做嘅話咧，佢一拖阿 Trump 就俾佢拖死咗嘅，佢唔拖唔起啊。，OK。咁我哋就亦都要睇睇佢最新發展點樣。今日咧就我哋先 update 咗即係呢個情況。然後聽日嗯
我哋繼續同大家跟進啦嚇。咁啊，好多謝大家網友收看，記得撳個 like 啊，支持兩個台啊 CLS。好多謝歐馬，好多謝網友收看。今日講住咁多先，好，好，拜拜。各位拜拜。